喺呢段時間，我去履行我準備嚟緊嘅工作。今次呢個訓練係我自己都冇辦法，我相信我自己做到。我想做一次蝴蝶，我做一次啫。我啟動咗就唔放棄㗎啦，我一定要堅持到去拍到呢部戲所需要我有一個咁嘅 figure 嘅時候，我先至會放慢返腳步。可能因為一生人裏邊能夠做到咁，都係得一次嘅咋。